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我哋星家頻道，我係阿榮。今期咧介紹一套新收到嘅一個華僑城湖岸呢邊7棟嘅非景觀單位嘅一個4房126方建築面積，南北對流設計，全新未入住嘅二手房源。目前嘅賣價咧85萬8就可以上車。為到落嚟咧，合同單價咧6800蚊每平方嚇。咁呢個單位咧非常之適合咧，大家中意新區呢個地段，又中意華僑城呢個品牌又入得住一個已經係即係入住開嘅一個小區嚇。咁呢邊咧人氣咧雖然唔會話特別旺，但係4到5成嘅入住率咧一定係有嘅。咁呢個樓盤咧佢係比較近住我哋嘅濕地公園同埋艷陽湖嘅。咁我哋樓下咧亦都有我哋嘅業主飯堂嚇，即係華僑城自己創立嘅業主飯堂，主要服務翻佢哋員工同埋我哋嘅一個業主嘅菜品同埋價錢咧非常之實惠嚇。咁當然啦，樓下呢邊商鋪咧亦都有部分業主開咗呢個茶飲店啦，包括我哋嘅一個裝修公司嘅嚇。咁當然喺我哋嘅東門咧，仲有一間生活超市嚇。所以湖岸呢邊咧性價比亦都係非常之高。咁當然啦，呢套單位咧係適合唔追求景觀嘅你嚇。如果你追求景觀咧，亦都可以 WhatsApp 到我哋去預約睇翻啲有景觀嘅單位，都係冇問題嘅。咁近排咧越嚟越多我哋港澳台同埋我哋嘅海外華僑嘅同胞咧翻到嚟我哋大灣區甚至肇慶呢邊去置業嚇。咁有一系列上面嘅一個匯款及房產諮詢買賣交易包括我哋啲證件辦理同埋裝修嘅問題，咁我哋公司咧可以提供一條龍嘅服務，可以幫你解決翻以上嘅所有嘅問題嘅困難性嚇。咁可以助你咧輕鬆置業翻我哋大灣區及我哋肇慶呢個城市嚇。咁亦都係歡迎大家咧可以預約我哋新管家嚟到肇慶呢邊咧去睇翻肇慶呢邊嘅房產。OK 啦，事不宜遲，我哋依家咧上翻去我哋嘅實地睇翻呢套單位是否適合大家。OK， 依家上到嚟我哋實地呢度屬於7棟嘅非景觀單位嘅一個高層二手126方做咗一個4房設計，全新未入住狀態目前業主嘅賣價咧85萬8，折合合同單價咧係6800蚊每平方嚇。咁我哋依家睇翻呢個單位先。由於佢係二手單位，我哋直接咧俾晒錢咧就可以直接去過戶。如果當天早啲過戶嘅情況下咧，下午就可以攞到呢個紅簿仔，我哋所講嘅不動產證嚇。如果你係話下午過戶嘅情況下咧，多數都係第二日早上就可以攞到啦非常之安全有保障嘅。咁我哋先睇翻啦，呢個單位入戶首先佢有個好靚嘅落地玻璃啦咁呢邊咧係湖岸呢邊嘅特色嘅一個門鋼製木紋門，智能鎖膠標嘅。咁後邊呢邊咧就係呢種木紋啦。其實關咗門個狀態咧係非常之靚仔嘅。呢個咧就係當時嘅標配啦入戶玄關鞋櫃。咁呢個咧睇你可以平放嘅呢個鞋櫃，即係滿足35公分嘅震心。呢邊咧仲有個全新鏡，入面咧就隱藏咗強弱電箱、多媒體線路箱。入到嚟，佢係一個直廳南北對流嘅設計。呢邊有陽台，嗰邊有陽台。主陽台咧朝東南向，搭載咗一個3.6米正開間，即係呢埲牆到呢埲牆之間嘅距離係3.6米嘅一個客廳。咁其實整體嘅樓高咧係2.85米度啊。
咁啊上面咧走咗一圈嘅回形嘅吊頂啊，兩盞吸頂燈啊。過到嚟咧，廚房方面咧唔算話特別大嚇。咁啊廚房咧下午咧會有啲西曬啊，大家可以見到。因為你前面朝東南，後邊呢邊咧一定要朝西北嘅，所以太陽咧會曬到你廚房呢一邊。咁其實整個廚房咧係好透亮嘅嚇，唔算話特別大嚇，就 L 型嘅廚房，吊櫃、櫥櫃全部有晒。當時交樓標準方太嘅3件套嚇，抽油煙機、爐灶、消毒碗櫃啊，上面仲有涼吧。咁呢邊咧仲有預留咗雙門冰箱嘅位置，幾唔錯㗎。出到嚟呢一邊咧，仲有我哋嘅生活陽台。生活陽台呢一邊咧有啲驚喜嚇，可以望到我哋嘅喜來登酒店。晚上呢邊嘅夜景咧係非常之靚啊！咁其實生活陽台咧主要俾大家咧晾曬翻我哋嘅衣物嘅，因為呢邊咧可以放個洗衣機，仲可以晾曬部分嘅衣物。好啦，再睇翻我哋客廳。客廳部分咧沙發咧係會放翻喺呢一邊，主要望咧就係望翻湖岸呢邊嘅建築為主嚇。對面咧電視背景牆。出到嚟呢個露台咧係會闊啲啲嘅啊，接近5米開間。咁其實依家目前前面嗰度咧未起樓嘅情況下咧，即係嗰邊啲空地啊，未起樓嘅情況下咧，係可以望到部分嘅西江景同埋遠處嘅山景。前面呢度樓下咧就係別水區嚇。咁呢個陽台咧，亦都係比較闊落嘅嚇。嗱，伸開手臂摸唔到兩邊嘅牆體，咁長度咧亦都係 OK。咁基本上咧，你可以選擇推佢翻出嚟做翻落地玻璃，都係唔錯嘅選擇。好啦，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動區，正區佈局咗4間房，2個衞生間。首先睇呢間房啦，嗱房間咧就走咗一圈石膏線加呢個複合木地板嘅組合。嗱，床嘅位置啊，包括我哋嘅衣櫃嘅位置都有噶啦。過到嚟公共洗手間，公共洗手間呢邊咧啊。下午嘅太陽係會直射嘅，採光咧非常之正。咁基本上鏡櫃啊、洗手盆、馬桶啊呢啲，同埋毛巾架、淋浴區啊都有整好晒。其實你就買咗落嚟搞衞生啊，再定製翻啲家私同櫃類同埋家電咧就可以入住噶啦。咁呢邊咧係我哋第2間房，第2間房同主人區嘅景觀一樣，朝南向嘅，都係放米半床加衣櫃嘅組合。第3間房咧，亦都係我哋嘅 M+1 房啊！呢間房咧有個好處，喺呢邊咁樣望咧，嗱係可以望到喜來登酒店；喺嗰邊咁樣望咧，就可以望到呢個濕地公園啊，都係一個唔錯嘅。咁我哋再睇翻主人房，主人房呢個咧係比較偏大嘅主人房嚇。床咧係可以擺住1.8米床，咁啊兩邊嘅距離又夠，你嗰邊可以擺排衣櫃都得嘅。如果你係話要留電視咧，就唔擺衣櫃。呢邊咧可以做2排嘅衣櫃，做個衣帽間出嚟，或者直接係咁樣做個 L 型衣帽間都係冇問題嚇。睇翻自己嘅喜好。衞生間方面，主人房嘅衞生間嘅設計咧就有啲尷尬。嗱，洗手盆、馬桶，我哋要關咗呢個門之後咧，嗱。攝影師嚟得嚟，關咗呢個門之後咧，呢度衞生間嘅門先可以開。整體個空間咧唔算話好窄，因為佢夠長，只不過關門嗰時候咧要走一走嗱。我哋關咗呢個門，再關呢個門啊。咁正常咁樣關咧，先可以出到去嘅啊，會麻煩啲啲啊主人房衞生間，但係依然對得起佢呢個價錢啦，85.8萬嘅一個總價啊。咁啊，依家目前咧就圍到落嚟6800蚊每平方啊，買華僑城呢邊嘅一個湖岸嘅7棟嘅產品啊，我覺得係性價比喺度嘅嚇。有興趣嘅客戶咧，想追求翻啲性價比高，但係又唔要求景觀一定靚、採光啊、坐向冇問題嘅客戶咧，可以買呢一套單位咧去進行上車嚇。咁啊，近期咧越嚟越多我哋嘅港澳台同埋海外嘅華僑同胞咧，翻到我哋肇慶置業。嗱，揾到我哋星管家咧，可以有效幫你解決翻房產諮詢啦，包括我哋嘅匯款同埋我哋簽約攞到房產證同埋及
後期嘅所有居住證啊、醫保啊同埋證件嘅一個辦理我哋係仲可以提供埋裝修及以後嘅所有嘅售後服務，一條龍嘅一個服務，咁為你好輕鬆咁樣解決翻大灣區置業嘅一個問題嚇。咁歡迎各位港澳台同埋海外嘅同胞咧華僑同事咧，可以嚟到翻我哋肇慶呢邊咧，去過上一個好嘅退休生活。有中意我哋影片嘅，持續關注翻我哋星管家，我哋下期再見，拜拜。